轉睇聯邦大選消息，距離下星期一嘅投票日只係剩低3日。加拿大選舉事務處公布，上星期嘅4日提前投票，吸引最多選民參與嘅係渥太華卡爾頓選區。加拿大選舉事務處今日公布，上星期有728萬名選民參與咗提前投票，比上屆增加接近150萬人。至於最多選民參與嘅選區係位於渥太華嘅卡爾頓選區，有超過43000人投咗票。該選區今屆大選有最多嘅候選人，總數有91位，包括咗保守黨領袖博勵治，而自由黨領袖卡尼競逐嘅渥太華選區 Nepean 就排第5，有接近33000人提前投票㗎。上屆大選有1720萬名選民參與投票，投票率接近3%。萬錦於仁村自由黨候選人袁植勉表示，如果當選，將會從執法同埋加重刑罰等嘅方面改善社區安全。當你係有罪嗰時，即係要坐監啊！我哋而家咧就係改咗係唔會同期執行啦，係繼續執行。同期執行咧，其實你就坐好少監嘅。咁我哋要將個懲罰加重咗。咁仲有我哋就多請咗1000個皇家騎警、1000個邊境巡邏員，就打擊非法槍械入嚟喺美國入嚟，亦都係我哋嘅承諾嚟嘅嚇。曾任多倫多警隊副總長、萬錦於仁村自由黨候選人嘅袁植勉表示，佢如果當選，將會聘請退休嘅警員擔任社區安全顧問，協助解決市民問題。佢亦都承諾推動立法，透過提高保釋門檻、加強罰則，打擊罪案，同埋向警隊以及青少年服務係增加資源，防止年輕人誤入歧途。士嘉堡愛靜閣選區新移民佔人口近40%。今次嘅聯邦大選，該選區一共有3位候選人，除咗自由黨嘅葉嘉麗尋求連任，仲有新民主黨同埋保守黨嘅候選人參加角逐。士嘉堡愛靜閣選區以公共交通設施便利聞名，除咗鄰近有高速公路、密集地鐵巴士路線同埋火車站，成為唔少新移民喺本國落腳嘅首選之一。位於多倫多東北部嘅士嘉堡愛靜閣選區，邊界西起 Victoria Park Avenue， 北至多倫多市同埋約克區嘅界線，東至 Midland Avenue， 南就係401號公路。總面積約22平方公里，人口約105000幾人，合資格嘅選民約有7萬人，超過40%係華裔人口。嚟自中國嘅移民就佔近30%，喺屋企講廣東話或者國語嘅大約有1萬幾人，反映呢一個區嘅濃厚華人文化氣息。今年聯邦大選，本區嘅候選人包括代表新民主黨、具有教育同埋勞工運動背景嘅 Dan Novel， 而保守黨嘅 Irish Movsansian， 佢嘅訴求係換黨換人嚟做下睇下，因為而家自由黨嘅國會議員葉嘉麗接替亡夫陳家樂嘅遺缺，自2017年擔任國會議員至今。大家好。Hello， 我係葉嘉麗，我是葉嘉麗。I want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riorities of Scarborough Agincourt。葉嘉麗強調喺黨領卡尼嘅領導下，能夠妥善處理關稅嘅議題，所以佢對選情充滿希望。更加強調連任之後，期盼可以強化治安。Things like carjackings, auto theft, home invasions, criminal gangs, and guns, especially guns.With the hiring of 1,000 RCMP officers and also 1,000 CBSA officers to handle crime at the border. 自記者截稿前，新民主黨同埋保守黨嘅候選人並未接受本台嘅採訪邀請。安微電視台將會喺4月28號星期一，東岸時間晚上10點至11點，西岸時間挨晚7點至8點，聯手東西兩岸直播大選即時開票結果，敬請留意。